什么？喂喂，不是有话要跟我讲吗？如果刚才那一刀把我砍死了怎么办？如果真要斩你，你有躲得过吗？老实回答我的问题吧，否则下次可不会打偏了。可人家真的什么也不知道吗？看来不吃点苦头，你是不肯说了。唉，真粗鲁，为什么总要打打杀杀的呢？大家一起玩点更和平友爱的游戏不好吗？比如说捉迷藏什么的。别再挑战我的耐心了。对女孩子这点耐心都没有，你肯定要单身一辈子。格瑞，你在玩什么呢？算我一个怎么样？加德罗斯，你来干什么？又在跟一些不入流的小角色浪费时间。这个似乎还稍微有点本事，但仍然是渣渣。等一下。我允许你告退了吗，虫子？你见过这么可爱的虫子吗？倒是牙尖嘴利，不过太不知死活了。你做的太过分了。哦，是吗？我倒是觉得做对了，终于让你燃起斗志了 ，Gray。这场凹凸大赛里，弱小的家伙实在太多了，我已经无聊太长时间了。只有你，拥有能让我稍微期待一下的实力。来吧 ，Gray， 好好的和我打一场吧。只会放任自己的私心杂念肆意乱来。加德罗斯，你的力量完全用错了地方，你根本什么都不懂。
错的是你呀，格瑞。放纵任性是强者的特权，你那处处隐忍克制的做法，才真是浪费了自己的强大。话不投机，多说无用，我是不会和你战斗的。哦，对了，之前在凹凸大厅遇到的那个傻小子，不如我去把他也干掉，怎么样？这就对了，格瑞，我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。没趣。有这些强的像怪物一样的家伙在，还让不让人愉快的玩耍了？啊，我可怜的星月刃，这2天都不能用了吧？是吗？那还真是。呵呵，凯莉，这次你可跑不掉了吧？谁说我要逃了？正好今天玩的有点累，找个地方休息一下也不错啊。喂，别乱动我的包包，很贵的，你赔不起。你们先把凯莉带回去，小心点，别再让她跑。是，贵胡大人。老实点。贵胡大人，你不和我们一起回去吗？接下来我还有点事情要做。